后来讲最近台湾国产的本土猪肉是真贵，7月半的前一天，阁飙到87块6。农委会为着要稳定绩效，要求婚林肉品市场伫个7月半后休市3天，今仔日才阁来开市。昨日国内掠到走私的越南猪肉，猪农是真担心会去影响到本土猪肉的绩效。肉品市场是讲，这个猪肉价应该也是会回降到83至85块左右，但是猪肉落价是市场的调整机制，甲越南的走私猪肉无关系。伫经过早暖来庆东婚林肉品市场中元节了后休市3天，总算伫今仔日开市。下滑一点，因为传统市场有减少购买啊。但是大肉商跟冷冻厂商都没有影响。经销商讲，开盘价小较回伫83块左右，因为本土猪肉伫中元节进前需求量真大，价小一直起。8月18一公斤83.7块，过2天变85.7块，到中元节前一天搁较贵87.6块。低价直直起，农委会要求婚林肉品市场收市来累积猪仔的进货量，调整价销。开市进前标出越南走私猪肉伫市面上卖，有猪农烦恼，消费者会惊买到走私猪肉，影响到本土猪肉的价销。越南籍居民他们自己在使用，市面上的话，反而是一些市民是没有说有吃到这些，所以目前的冲击应该还不会那么大，除非是说有影响到我们畜牧场，我们的毛猪方面，所以目前还没有这个冲击的出现。肉品市场认为，越南走私的猪肉大部分的加工做烟肠、热狗和肉干，本土猪肉嘛拢有履历和固定的销售通路，所以袂参揽做伙。嘛强调开市了后，本土猪肉价小较回，是市场调整的机制，和越南走私的猪肉无关系。